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过去国情常在咧招你探讨台湾的汉诗民间流传，这个诗人的诗句比较苏东坡，比较李白，有当着啊，咱的角度看落去，无得较会较输呢。过去乾隆君继位的时阵，台南一个文人陈辉先生，伊捌写一首诗咧描写中秋的景致。你甲听看卖，咱做伙来甲体会看卖。头一句讲叫做“碧汉无tình一色秋，书生淡月片云秀。松点桂树含香远，落地东梢树影幽。几曲美人疑海岸，半空清响起江流。水家玉笛兴翠里，曲把关山俩客愁。碧汉无tình，就是讲野头看起的天气晴好，天顶连甲一片云都无。所以第二句才会讲书生淡月片云秀。啊，第三句、第四句、第五句、第六句爱对比。陈辉先生，清朝时代台南出名的文人，伊这诗句咧写秋天时的景致。草木秋长，第三句讲松点桂树，桂叶树已经冻着寒霜。第四句讲落地冬梢，又冬秋，已经冻着露水。咱来看到是秋天稀微的景象，耳江边听到原来远远的海岸有一栋高人，忽然听到有人鸦片啊伫咧喷，忽然听到有人轻轻伫咧吟诗唱歌，这款的歌声当然是打动人心。所以，陈辉先生的诗句才会写讲半空清响，安尼听到，心内有感慨，有体会。啊，毋过你敢知？你敢知影讲陈辉先生伫秋天时这个稀微的季节，伊也感觉啊，知觉讲我是一个流浪他乡外里的人，所以诗句才会讲随家玉笛兴翠里，什么人伫咧奔拼啊，引起人关山把客愁。流浪天涯的人，心内产生哀愁。陈辉的中秋诗感，过去台湾的文人千丝万句写台湾的诗文。